来是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提案，要来修正刑事诉讼法，要甲交串共犯或者是证人爱收押这条来删除。结果，互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来批评，讲这就是为着大问题才要修法。黄国昌来反驳，讲这修法不是为着大问题，而且大问题嘛已经互收押1年啊，嘛无适合用这个法条。二楼梯等大问题，黄国昌今日头前甲开路，搁不时听落个卡件状况。这是自04年底大问题高保时为宾，也毋过高保无偌久，伊落尾也是互裁定羁押禁见。没有羁押就誓不罢休这样子的结果的话，我相信这个绝对的是违反了法治的精神。黄国昌公开批评检方各大摆，公然将人押去闭门口警，也进一步提案修法。立法院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，案有写讲，交叉共犯或者是证人羁押理由已经互严重滥用，决定进一步修正刑事诉讼法101条。在本地条文中加一条，而且无其他代替手段，将交叉共犯或者是证人这项羁押理由台独。帮助串证的行为，就是公然的挺犯罪。再说一次，这种个案式的修法，为了救阿贝，这不是妨碍司法。什么是妨碍司法？我们所提的这个修法，从来就不是为了柯文哲。我们说过，今天柯文哲，明天任何人。柯主席已经被压了1年了，柯主席已经被压了1年了。这个条文根本用不到柯文哲身上。面对民进党的质疑，黄国昌正面驳回，这个提案相信可能在后日对立法院会议讨。民进党这个修法嘛，将会对调查带来更较侪攻防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